各地客家兒童合唱團受邀請參加世界合唱大會，卻因為中國的打壓，咱的名號改作中國台灣。羅西亞用較懸的薪水，成困難的勞工，閣甲因送去燒錢，有291個受害者，19人已經死亡。葡萄牙隊長 C 羅今仔日踢入去2球，帶領球隊以5-0贏烏茲別克，嘛創世界盃幾多項歷史紀錄。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世界通，我是張曼婷。中國又閣佇咧國際活動欺負台灣，咱的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受邀請參加佇澳門舉辦的世界合唱大會。不過，卻因為中國的打壓，佇主辦單位是將咱的名改作中國台灣，講是受到澳門政府的指示。原來的客委會是無拍算要來落卵，強調講只要這名稱無改轉來，因就會拒絕參加。2002年伫雙十大典領唱國歌，由政府支持客團會經營的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成立7月滿8周年。那佇國內世界演說，去年也去邀請到日本東京在海外來巡演。原本有家己8月要代表台灣唯一的團體到澳門參加世界合唱大會 WSCM， 無想到聽講主辦單位佇2日家己甲咱統的團名改做中國台灣。一直我們都是用這個就是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然後它的英文名稱是 National Taiwan Children's Choir， 然後後面國籍注明是台灣，這代表 IFCM 也認為說這個名稱，包括英文的稱法，這個是國際所能接受的。4月21號，的 WSCM 主辦方他來函片面要求我們變更團名來變成 Chinese Taipei。4月初，主辦單位所公布的宣傳影片，明明也是正確稱呼 National Taiwan， 不過在6月2日了後，受到中共介入，活動的官方網站已經把團名改做 China Taiwan。根據了解，這擺活動是接受當地澳門政府的補助，並且按照指示進行，若無就無法舉辦。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人格不能被踐踏，國格不能被矮化。要求主辦單位將伊個名稱改過來，迄若改過來，俺哋就要參加的機會；迄無改過來，俺就拒絕參加。客委會呼籲全世界客人看到中共的本質，客委會也發聲來譴責，認為兒童純情的優美的聲音，無應該受到政治賭博的侮辱。呼籲主辦方應該重視國際社會多元的價值，趕緊來恢復咱方團體正式的名稱。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看國軍戰備操演進入第3天，佇咧北中南地區是攏有部隊咧進行演練，空軍甲陸軍嘛攏出動各種裝備，就是為着面對境外威脅的時，會當來提升國軍快速應變的能力。接到命令，空軍司令隊的 F-12V 快速飛上天，空軍即時備戰操演第3天。空軍主力戰機出場演練戰力保存，家己基地 F-12V 緊急起飛，戰備轉到東部。新竹空軍基地換上2000戰機飛去家己基地，空軍嚴整部隊快速反應，兵力分散部署，持續作戰的能力。各組天宮飛彈車機動部署到新北的戰術位置，快速向發射架進入備戰狀態，用雷達搜索目標監控甲指揮通聯，嚴整協同運作能力，反制中機飛彈威脅。北部地區陸軍53工兵群使 M3 鋪門橋車落水運載油桶，另外結合更刺都的普通平台演練水路阻擋，擾亂中軍反台節奏。專家講，淡水河會當用無人機群作戰。防範共軍從淡水河口長驅直入，直搗台北的政經中樞。陸軍53工兵群在淡江大橋及關渡大橋一帶架設了3道的阻絕設施，要遲滯共軍的犯台行動。河道上的各種障礙物就是地面上的布雷哈，那敵軍的話一定要增加破障跟除雷的時間嘛。那其實這個時候呢，河道兩岸其實不用在附近啊，甚至呢你遠在圓山飯店就可以起飛自殺無人機攻擊水備。6台海馬斯導攻迄前出現佇台中，具備源頭打擊能力的海馬斯是中國攻擊的頭一個目標，所以陸軍第5作戰區演練戰力保存。這嘛是海馬斯頭一個參與即時備戰操演，分散佇無同的戰術位置，偽裝穩重，降低敵軍偵索甲打擊的風險。國軍安尼有進步啊，武器啊，
有啊，舊年啊，應該舊年前年對。嘛有來甲你照着地。海軍海防大隊的向防飛大車直接離開左營軍港，駛到戰術位置。國軍積極提升部隊快速反應能力，應對突發的狀況。針對中國直接侵擾台灣的東部外海，英國在台辦事處、法國在台協會、甲德國在台協會發表聯合聲明，講這款行動威脅區域的穩定，重新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天氣，觀眾朋友啊，準備要變天。為這張圖，咱會當看到講，目前佇咧太平洋是有兩粒風颱同時佇咧架，一個是米克拉，另外一個是無花果。根據氣象署的資料，風颱無花果對台灣是較無影響，若風颱米克拉就無共啊。伊佇咧拜四甲拜五會上倚近台灣，也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即台灣各地水氣就會來增加，尤其是西半部甲東北部這邊，即雨勢是較大。也到拜六禮拜，雖然即風颱是漸漸遠離，毋過過道還是要注意即西北風的狀況。也即回較會受到即風颱影響的是日本。根據氣象專家的意思，即風颱米克拉拜四是會先影響琉球這個所在，到拜五可能就會來登陸日本的四國或者是九州。拜六禮拜時是會來更過這京阪地區，也風颱無花果。根據日本氣象廳的資料顯示，按算是佇咧拜六會先影響關東，禮拜會變作溫帶氣旋。也雖然這兩粒風颱往北了後，攏會漸漸來減弱，不過因為日本現此時拄好是黃霜雨季，若是這風颱甲鋒面來結合，安尼這風雨恐驚是會變較大，就提醒要去日本旅遊的人，就要特別注意天氣啊。根據法新社的報道，羅西亞若穿上較懸的薪水，佇咧城困哀的勞工，甲因真濟人攏送去燒錢。有受害者的家屬就跳出來指控，講這困哀政府甲勞工部長是攏有牽涉在內。根據官方的統計是顯示講，目前已經有291個人成做非法軍事招募的受害者，其中有19個人已經死亡。來自困難的蒙迪亞佇羅西亞甲烏克蘭戰爭中戰死佇烏克蘭，伊的爸母看蒙迪亞的相片是愈看愈傷心。蒙迪亞也有3個囡仔，伊走了後厝內底生活強要袂得過。蒙迪亞2005年6月離開困亞，伊甲困亞爸的困亞人同款，以為用佇羅西亞做薪水真懸的民間的頭路，也毋過卻是到位了後，被迫簽署加入羅西亞軍隊的合約。有一掛人也互穿拄條例來簽約，真濟人因講無接受過這個軍事訓練，將派往烏克蘭去修建，有袂少人就安尼死佇戰場。困亞的官方統計，291個困亞人正做羅西亞非法軍事招募的受害者，其中有19個人死亡，32個人失蹤。英國法新社報道，困亞的情報部門報告顯示，實際數字超過1,000人，並且講有官員牽涉在內。Mutua is also culpable because he's personally benefiting from this recruitment. The $1 million that is coming in through this illegal recruitment, through this what we are calling modern day slavery. 去年6月，穆圖亞佇社群分享甲20個人去羅西亞的相片，並且講這人會得到改變生活的機會。伊要佇食品工廠做事，一個月會再賺900塊的美金。也毋過，非洲之聲認為講，相片內底大部分的工人恐驚攏已經死去了。在這段期間，非洲之聲已經處理超過500件困難人被迫加入羅西亞軍隊案件，其中的350個家庭知影因的親人已經戰死佇戰場啊。穆圖亞原先講要接受訪問，也毋過尾也說講袂。也毋過困亞外交部長講，正會去羅西亞修建的少年人，其實事先家己攏知影。Contrary to prevailing reports, majority of Kenyans enlisted in the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s of Russia with full knowledge and willingly. The majority of them. 法新社報道，困亞前外口海外勞工的薪水匯錢轉來。當局統計，2005年匯款總額大約是77億美金。另外，對2024年8月穆圖亞做勞動部長以來，超過40萬的困亞人被送往海外參加北國的工作計劃。廣視新聞新聞配編譯。
人講戰火無情，通常這國家甲國家之間，若是相戰、上無辜的，就是百姓。聯合國的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講，以色列佇咧以哈戰爭的時，是挑工甲這巴勒斯坦的囡仔列作是攻擊的目標，犯着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閣有戰爭罪。不過，這份報告煞去予以色列駐日內瓦代表批評講，這是一份教人抹黑的假報告。نفسي أشوفه نفسي أشمه نفسي أحطه في حضني 規個喊出來，這個加沙的媽媽是戰火之下一片土地，逐工攏會當看到的悲劇，叫做 COI 的聯合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年9月捌發布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講，以色列佇加沙地區犯種族滅絕罪，佇後壁煽動的都是伊國的總理納坦雅胡等政府的高層。今年英國再發布一份新的報告，指出以色列政府和安全部隊，各位甲巴勒斯坦的囡仔列作是攻擊的目標。The Commission found indisputable evidence with regards to the deliberate, targeted killing of Palestinian children, including since the October 2025 ceasefire, the use of torture, inhumane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including use of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Palestinian children. COI 指出講，伊國政府和安全部隊佇加沙是構成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佇西方的地區嘛同款構成戰爭罪。因為2023年10月以來，以下戰爭爆發甲呾，巴勒斯坦已經至少有71000多人死亡。這份報告指出講，2023年10月初7到2025年的10月初7，無名的巴勒斯坦的囡仔的人數是有20179人這麼多，已經佔總死亡人數差不多3成。COI 主席穆拉里哈爾表示，以色列用甲目標對準囡仔來削弱巴勒斯坦人民生存和決定自身未來的能力。As of 1st October 2025, there have been 151 children's deaths on account of malnutrition. We've also found that between October and December 2023, there have been at least more than 1,000 instances of children undergoing amputation of one or more limbs. تقرير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الذي أكد على ارتكاب الاحتلال جرائم إبادة ضد الأطفال الفلسطينيين في قطاع غزة أثناء الحرب على قطاع. 大規模的攻擊是造成巴勒斯坦人一擺擱一擺無所在通大，加上封鎖造成因無物件食和欠醫療，嚴重損害囡仔的健康和發育，這造成本來會當避免的死亡和創傷發生。不過會當注意的是，這份報告同款嘛指出講，哈馬斯嘛佇加沙一遍擱一遍對巴勒斯坦人犯嚴重的暴行。不過以色列駐日內瓦代表團指出講，因拒絕這個有誹謗性的假報告，而且喺聲明內面表示講，大家囡仔都應該受到保護。根據這份報告是無去看到哈馬斯占卜的戰術。公司新聞洪如梅編譯。鏡頭換來看世界盃腳球賽，葡萄牙今仔日第2戰是對戰烏茲別克。葡萄牙隊長 C 羅伊佇咧頭一戰是攏無踢入球，啊今仔日這戰伊就用實力來證明伊家己。比賽開始第6分鐘 ，C 羅就先踢入去第1球。這個球隊的氣勢是規個攏扭起來，這球唔但突破0-0的局勢，嘛突破外界對伊的質疑。後來 C 羅甲隊友是配合鬥打 ，C 羅又擱踢入去伊的第2球，終期尾是帶領葡萄牙以5-0踢倒烏茲別克，贏了是真水氣。C 羅佇咧面對鏡頭的時嘛特別講 I'm back， 我轉來啊！41歲 C 羅佇咧這場比賽嘛是創下世界盃的幾多項歷史紀錄，伊毋但是歷來有進球的球員內底年歲上大，排第2大，甚至是頭一個連續6屆攏有進球的球員，也今仔日一場就踢入去2球，這嘛互伊誠做是有史以來佇咧這個紀錄當中上濟歲的。若排除守門員來看，這41歲 C 羅，伊就是上濟歲的先發球員。尤其親像伊這種前鋒是一直衝、一直進攻的角色，是需要非常大的體力。通常佇咧35歲，閣會當踢到安尼，就已經真厲害啊。C 羅是已經41歲啊，閣有安尼的表現，會當講是非常使人佩服。即馬全世界是用咧消世界盃，各地球迷嘛用無共款的方式來為家己的球隊加油。毋過，煞嘛有一寡爭議，親像即屆比賽，因為產生900萬棟的碳排放，是永年的2倍，引起環保團體的批評。墨西哥首都的憲法廣場，
球迷攏徛佇遐在看世界骹球杯開幕戰。雖講是這擺世界杯3個主辦國之一，啊，毋過墨西哥國內卻一直有一個真不滿的氣氛。真濟球迷攏怨嘆講，門票是貴三三，就連要看轉播攏要納足濟錢，互原底屬於大眾的骹球比賽變作是好野人的特權。更加無法度接受的是，墨西哥互分配主辦場次有夠少。Pensé que iban a ser partidos equitativos en los tres países, ¿no? Pero el hecho de que lo redujeran a 鏡頭轉來到英國倫敦東南部一個主體社區，內底有足濟英格蘭聖喬治12期。這個居民為2012年開始，逐擺拄到大型的骹球比賽，攏會家己開錢來布置。為了展現包容性，因嘛歡迎其他參賽國的居民掛家己國家的國旗。帶頭辦這個傳統的居民就講，大家會當佇這個時間甲政治爭議摒掉，單純來慶祝骹球比賽。And then we'll just see how we progress down the line. I mean, obviously, I'd love it to come home. I'd wish nothing more than for it to come home. I mean, I said this before, but the women have won it twice. The men have got to catch up. 伊朗的首都德黑蘭，真濟球迷攏走佇個咖啡廳內底，為着國家隊的比賽加油応援。因為美國和伊朗之間的政治局勢愈來愈緊張，伊朗國家隊佇咧摕到去美國的簽證，還佫有換訓練基地過程當中，拄到足濟阻礙。啊，毋過對伊朗的民眾來講，國家隊會當順利佇咧美國比賽，本身就是一種強烈的民族反抗精神加勝利的象徵。پرچم آمریکا توی ایران نیومد ولی پرچم ایران رفت تو آمریکا. 不一個全球慶祝的背後，卻有真大的環境代價，因為這擺是美國、加拿大、墨西哥鬥陣主辦比賽，下過北美大陸，預計會產生900萬噸的碳排放，是過去4擺世界盃骹球比賽2倍。87% of the tournament's carbon footprint will come from travel, mostly air travel. And what's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event has also expanded from 32 teams to 48 teams, add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在咧國界攏慶祝骹球比賽的同時，要安怎甲體育發展甲環境永續來平衡，嘛誠做是世界骹球總會未來無法度迴避的課題。公視新聞鄭偉仁編譯。鏡頭轉來到咱國內，佇今年入圍金曲獎的台語創作內底，吳培雅的台語專輯《離婚初體驗》，伊是用家己離婚的經驗來創作，伊嘛入圍最佳台語女歌手獎，伊用飄撇的態度唱出離婚了後的心聲，希望會當鼓勵更較儕有同款經驗的人來幫助因跳脫悲傷甲痛苦。用飄撇的態度，甲着我開懷口舌語氣唱出離婚後的心聲。看你過甲安尼，我就放心啊，就收得片入吳培雅的專輯《離婚初體驗》內底。伊甲家己離婚的經驗唱做歌，對分手翻頭回憶當初牽手的過程是真罕見的題材。吳培雅認為結束一段不健康的關係，也會當用跳脫悲傷甲痛苦的心情甲角度來思考，嘛希望會當了解有相同經驗的人。離婚這個詞其實對大家來講是一個較沉重的物件，對。也毋過其實伊定定咧發生，要如何好好啊甲家己照顧好，這個角度去寫這個故事嘛好。離婚初體驗是吳培雅的第二張台語專輯。伊講會開始創作台語歌，是因為父母希望伊會當做一寡因聽有的歌，所以伊甲真濟經典的台語歌名編輯歌詞。吳培雅講，這個歌毋但是青春歲月的回憶，嘛是一道來音樂創作的圖畫。唱一條憂悶的歌，是心事啥人知，也是酒後的心聲。吳培雅嘛，甲創作台語歌看作是語言甲台灣文化的傳承，為着要增進家己對台語的了解，嘛去社區大學上台語認證班。伊認為台語的開口甲文化底蘊，攏是身為台灣人真重要的資產。創作，互別人看到的時陣，就是瞬間得讓知影講，你是台灣人，所以你寫台語。嘿，我感覺這個連結其實是真重要的代誌，而且台灣的語言嘛，毋是
只有台語嘛，像我一張專輯，我有客語啊，吼，我有原住民語，我閣有日語。吳培亞表示，這個台語專輯，毋若是講感情、講識到的事，會當安怎轉念？閣較重要的是，伊希望透過台語甲無共語言的結合，會當互閣較濟漢地聽台語歌的少年朋友知影台語是足深色的。記者盧尚如、鄭俊佑、林學凱台北報道。感謝收看，明仔載再會。